哇！感谢四爪乐团带来精彩曲嘅，现场所有朋友，大家安稳，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绝对浪漫客家369哦。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曲子，你有没有听到一个主题？噔噔叮叮，噔噔叮叮。它就一直从这个主题去延伸发展，就是我们客家非常著名的小调，叫挑担歌、凯丹狗。那刚刚我们听了这一首曲子，为大家揭开序幕，展现客家人哦，客家人就是有那种肩负重担，而且希望文化可以绵延长久、传承下去这样的精神哦。接下来在今天一整个节目里面，你可以欣赏到非常非常优美的客家山歌、小调歌谣，以及我们可以用跨界爵士改编的方式来做呈现。听错杯不用吃的，飞送给后堂。现场的朋友，你知道什么是369吗？我们今天客委会的主委李永德主委莅临现场。主委说，不是158，也不是24多少哈，因为呢，其实369有浪漫台3线。有我们六堆的客家地区，有我们台9线，从花东这边有非常非常美的客家文化。希望在这1个月的客家音乐演出当中，带给您非常丰富的视觉、听觉、心灵的饗宴。撒哈勒儿童台嘎给哦，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客家创作歌手谢宇威，他要带来很经典的山歌子、散狗子，它是非常经典的客家山歌3大调里面的其中一个，而且你听了会觉得，可以这样子呈现。不知道先从来兄吴教授吴龙顺老师也很会唱歌哈，要散狗子，啦咪咪啦咪咪啦咪啦咪。那待会你会听到谢宇威他非常非常悠扬的歌声，要怎么来诠释呢？呀哈，有请台港，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宇威。掌声欢迎谢宇威。大家好。第一首歌呢，在讲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就是姑娘非常的漂亮，12万分的漂亮。那当她走过你身边的时候呢，好像云飘过月亮一样。我们村庄呢，没有人比她漂亮，她赛过就是汉朝的王昭君。那我唱完一遍以后会用英文唱，但是英文里面没有王昭君这个人，所以就用Arthur Guinness 亚瑟王妃来代替。所以待会这首呢是客家话跟英文穿插的。好，谢谢。姑娘流上那江南，是你留福南。一行路留就可那比呀，也过了轮流。Crown before. There's no other to be my lover. Arthur Guinness can now complain.
云中柳树无那人啊，可比哟轮啊。水果了嘅河那潮那，望着了卷哟。谢谢。哇，色彩很后堂哦。刚刚你跟我有很美的姑娘，我差一点冲出来了。撒哈雷呢，唐特亚、山狗子、黑妹、菲松后堂、山鸽子，真的让人家觉得好像仿佛我们回到很多美好的时光。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客家的小调，叫做18摸。就是要摸18个地方，你可以这样子解释。我觉得这首歌呢，懂神奇，因为呢，永远讲它就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展现情谊的一首代表作品哦。所以你就春啊你啊苏，梦啊你啊家啊，哎呦名都来啊家给头送。那哎呦，它就是很有情意，我觉得很温柔缠绵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听完第15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演唱人谢宇威的演唱，接下来就是今年的最佳客语歌手，我们欢迎吉娜，送上分享给大家18摸。是蒙太嘎。春啊一样树，木啊一样家，木头啊家头上。边啊哎呦，啊家头上桂花香啊，斜呀个龙叶花，那哎呦，那哎呦，哎呦哎呦，那哎呦。斜呀个龙叶花，那哟哟嘟哟，春啊一呀树，木啊一呀家，木头啊家头木，边啊哎呦。家头毛不艳艳呐，斜呀个龙叶花，那哎呦，那哎呦，哎呦哎呦，那哎呦，斜呀个龙。
花。春啊伊啊树，木啊伊啊食，木多啊食木米变啊哎哟，啊食木米两条板啊，斜呀个龙叶花。呀个龙叶花，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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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呀个龙叶花，哎呦呦嘟哟。送上感谢吉娜，哇，带了亚瑟半模，这个18模真的好柔情哦，听了觉得心花都开了，就好像我们要让大家一系列1个月都让大家唱到心花开，也听到心花开。刚刚听完了18模这一首好像定情曲之后呢，又要送信物喽。有一首客家小调叫做送金钗，送金钗就是要送金钗给你的心上人。那这一首歌呢，我们听听它是怎么样的曲风呢？好，一下出了有唱恰一笔，邀请谢宇威为大家带来这首《送金钗》，送上分享给。金马菜，每每就跳上茶来，我哋眼嚟估。哎呀，忙哎哟，歌呀讲天哎哟，爱是几万那要，一瞬间金马菜，流逝下流转哦，转世下流流，边有见那无地啊，乃不那。跳上茶来，我哋嚟估。哎呀，忙哎哟，歌呀讲天哎哟，爱是几万那要，一瞬间爆话跳，流逝下流转哦，转世下流流，边有见那卧龙菜，诸葛那。
掌声感谢恰一比董后堂。接下来呢，要送问大家，我们客家山歌里面传统3大调有一个曲牌叫做平板哦，平板哦。这个平板呢，待会我们听听吉娜要跟我们的乐团做怎么样的合作呢？那如果现场有好糖散狗给朋友，爱听山歌的朋友，你要期待一下喽。平常我们唱山歌，嘿爱流从那个啊。爱秋流从那，有没有发觉我们客家的山歌、客家歌谣里面，它尾音有很多的转音、装饰音，非常的美。那本台家来期待一下，接下来吉娜要呈现的片板，奏上分享给。做得继续，是蒙太家。恨爱流来从那个啊，从你流来塘啊，莫笑那山那个啊，莫笑那山啊。
赠上感谢吉娜。接下来呢，要让大家听听哦，在客家的音乐界里面，许多的创作歌手，除了大家刚刚听到他们能够在台上演绎传统的山歌小调之外，他们自己所写的歌曲也是一首一首的好歌，让人朗朗上口。接下来我要邀请谢宇威，他要演绎他的首张专辑，在1995年发行的《我是谢宇威》。这首歌叫做《你记得吗？你记得吗》，他用海陆腔的客语写的，然后是他写的第2首客家歌。哇，1995年发行的第1张客家专辑耶！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听海陆腔的客家创作歌曲。赠上朋友掐一笔。大家好，这是我写的第2首客家歌，然后这是一首怀念我小时候的故乡新屋的故事，在描写我跟我表哥在田野里面玩耍的情景。我希望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待会大家可以眼睛闭下来，想象自己6、7岁最愉快的一个童年经验。那我想城市很多纷扰，当你失去能量的时候呢，眼睛闭起来，想象6、7岁呢最愉快的一件事情。大家眼睛闭起来，想象一下。你想到了吗？好，待会唱这首歌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想象6、7岁最快乐的一件事，好吗？你记得吗？谢谢。你记得吗？你记得吗？北港下现凉沙的世界，无人会去到。你记得吗？你记得吗？该秋天天顺该西路，紧行紧冲过，该紧往西日头下，紧往西我，该紧往西日头下，沿你的歌。该紧往西日頭下，要緊往西我。該緊往西日頭下，連你的歌。你记得吗？你记得吗？你记得吗？风吹过，吹过两门前，吹起那回落。你记得吗？你记得吗？你們愛世界有吉他，將來去去奈，該緊往西日頭下，要緊往西日，該緊往西日頭。
theo ha em đi cái cô cái kim bóng sẽ theo ha kim bóng sẽ nhỉ cái kim bóng sẽ nhìn theo ha em đi cái cô vẫn kỳ đen lô vẫn kỳ đen lô cái往事trong燃放在梦中看呀看多vẫn kỳ đen lô vẫn kỳ đen lô cái梦想trong燃放嘅山條行呀行小木大家，你想起来了吗？哇，很好聽哦，真係進到腦部嘅。會記得你嘅歌聲啊，唐太亮，你記得冇用海陸腔、海陸腔所演繹的這首歌，覺得好像回到童年那樣美好的時光，回到跟阿公阿婆在那個鍋湯，看那個天食材凍醬，金黃色嘅耳浪愛。接下來呢，我邀請吉娜帶來佢得獎嘅作品。在今年的金曲奖，用《理所當然》這張專輯獲得了金曲獎最佳客語演唱人。接下來，他就要帶來這首同名歌曲《理所當然》，理所當然，眾賞分享給。
送上感谢。哇，今仔带来亚歌曲哈，安尼巴萨诺瓦的感觉，真的让人觉得很浪漫。我刚刚在侧台都在跳舞了。大家刚刚听了有客家传统的山歌小调的改编，还有我们创作的歌曲，觉得好听吗？后堂某，还想不想再听？还想要个堂某？很凶吼，哇！安内出错的，撒哈人爱就继续有请由林天吉老师指挥带领的 Clap and Tap 室内管弦乐团以及四爪乐团。同时，我要再邀请谢宇威以及吉娜再次来到舞台上，让他们一起共同演绎《心肝的淡淡胎》。中场分享记得唱。老师，我们2个站过来就满了。我们要不要把两边的钢琴挤下去？挤过去一点。是。其实吉娜非常不简单了，可以去跟插佛修过团天了。然后她这个现在还在复原当中，祝她早日康复。什么？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心肝胆胆大》。今天我们的李主委也在现场。那这首歌呢？诸位好，那我们最亲爱的吴荣顺老师，我现在是吴荣顺老师的学生，你知道吗？真的。我50岁回去大学重新去念书。高徒。对，我想说跟台湾的音乐权威、客家音乐权威吴老师啊学，然后修南北管这样，希望能够更向下扎根。继续。对，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客委会在2001年成立1周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主秘，现在的副主委杨长正先生呢，就说宇威那个我们客家本身唱很多年了，唱20年，可不可以写一首客家的 We Are the World 大合唱？后来就找了10个歌手来演唱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唱这个客委会其实是2001年成立1周年的歌曲。当年呢，这活动是在 TICC 发表当年1周年，所有客家艺文界的好手都在 TICC。共襄盛举。对，然后我记得赖碧霞老师也在，然后当年策划的是一个我非常佩服的林凤飞先生，然后一起策划的这个下课风的活动。那今天唱这首歌让我想起很多的往事。那接下来就带来这首本来要为这个客委会写的纪念1周年的歌，也是客家的 We Are the World。对。但今天我们2个人要唱出10个人的效果。我们尽量啦。我想我们的肺活量应该还可以。还可以，有吃饭。好。有吃了2个便当，应该可以。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好，谢谢。心肝的你海淡淡太陽，唔管平庸也變過。順風避雨，順順時時，途經是份東西。心肝的你海淡淡太陽。瘋狂依狂做起來，太細路路相愛相依，年輕時水也會跳。將你愛記得你出現韓國嘅紐約，發揚傳千里嘅水波，愛上天的你強下韓國心嘅事。咿咿呀呀，大表會撞落。何必歸你路扶硬強肩，打開心門行出去。天發地發，有情有義，人生貴在有真情。有恨就無眼淚打挑事，有緣結做一家親。歡歡喜喜，願你
正常，感谢蔡依林、吉娜，谢谢林天吉老师所率领的 Play and Top 室内管弦乐团以及四爪乐团，感谢。
手 Sherry Marco， 还有我们的 Tomoko 的 Tomoko 桑，以及刚刚那个萨克斯风 solo 很帅气，由杨小恩老师带领的摇摆女神大乐团 Big Bang， 哎，这都是女神们哦。哇哇，真是太嗨了哈！有没有觉得下半场要越来越嗨了？沙哈蕾呢，让大家听听不一样的曲子。这一位爵士女歌手，她叫安姑，人家都说，哎，你是不是客家人？她说小时候她就是很早就学会安姑安姑进贡发嘞。好，她叫做胡余芳。胡余芳她要演唱一首我觉得是很浪漫的歌曲，好像在月色朦胧的时候诉说自己心里的爱意。这首歌叫做《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我们来听听她的演绎。正常模样嘅。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to you. You're in love, your heart's a flutter, and all day long you only started 'cause you're poor down. Just couldn't utter the words I love you. What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Wait a while till the little moonbeams come peeping through, and you get old. You can't resist him, and all you say when you have kissed him, it's woo. What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without a day. Saturday day, da do day, but what a day, da baby, da do do. Shabu day, without a window of my piece of kitty, da do this is a baby, they don't they what down, but no, but by the three, da then. Let them better, get them better, they gum better, they gum better, they get them better, let's come to the dump to tip, but part of the day, but but up to the depth, to the depth, the scum to the day, bomb, but the case on do the day, to the day, but the day, wing. So we put out of this sky, but when I love about boom, some boba did I do tea, I don't lie, I don't know, but be with the
everything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And do you better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You'll be thinking this little shining little moonlight, what if I give in a kiss and tell him I love you? That is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S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们今天这样子有客家的花，我们还这样子有爵士的感觉吗？有的话可以给我们尖叫加欢呼吗？谢谢，谢谢，哇！我觉得今天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去品味一下，我们把客家的传统的，无论是山歌或创作歌曲，以及在爵士音乐里面不同的乐风放在一起，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共通点？就是客家山歌人讲哈，四季八节秋水口出哈，我们的4句8节山歌歌词，我们就是极致歌王，所以它很自由，甚至因为它的一字行腔，同样的曲牌，它的声音，它应该说它的旋律高低的起伏是会不同的哦，不同的歌词就不同的曲调。然后呢，在爵士音乐里面，即兴就是它很大的特色，所以大家都看得很过瘾，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呢，这一首曲子叫《客家山歌爵士幻想曲》。徐韵老师呢，他特别从2首曲子。去做一个发想，然后幻想曲嘛，就有充满无限的可能。大家知道老山歌，山歌从来呀，就心花开呢。今天站在这边，不只要主持，还要唱歌哈，因为我也是歌手。然后我觉得岳云老师很厉害，他选了老山歌，人家说很难唱的歌，还有一首是《月月花开望郎来》，你可以从1月唱到12月。昨夜里来，梅花开，梅花开了，什么来呀？好，它就是一种充满情意，然后很开心的歌曲。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幻想曲带给大家怎么样的想象呢？掌声欢迎他们。
掌声谢谢徐云老师所创作的客家山歌爵士幻想曲哦。
让大家从浪漫的台三线来欣赏北部的落山沟，还有这个小调捏捏法葵朦胧来哦。接下来要带大家到六堆的客家地区喽。这一首歌是高速调狂想曲，刚刚是幻想，现在要进入狂想了。狗苏挑哦，我自己觉得它很有戏曲的味道。那在台湾的传统歌谣界非常重要的采集人，就是我们在现场吴荣顺老师。这一首歌也是我们吴老师很重要的采集跟提供狗苏挑哦。那这首歌人家说它其实有融合原住民的歌舞的感觉，对吗，老师？好，较快乐的感觉，嘿吗？这有点文化交流哦。但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特别。那创作者是杨小恩老师，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觉得哇，跟爵士真是太配了。我们来看看带给大家怎么样的狂想感呢？掌声欢迎狗苏挑孔熊 Q。
棒了！哇，呀，狗苏挑边路案呢哈，真的是狂想了。客家歌谣有无限的可能，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接下来我们刚刚在北部的台三线，来到六堆地区的客家庄，还有呢我们369要邀请大家一起来鉴赏台九线的美好。你知道吗？从花东一带真的有很多的客家人早年移民过去，现在已经好几代在那边，然后耕耘出他们非常美丽的家园。撒哈罗亚苏国 Q 很多台九爵士夜曲，创作者是萧玉婷。那他就说，因为他就学时期啊，常常开这个台九线，所以呢，无论是在清水断崖看到这样大自然的美景，或者是一个人开在这个花东纵谷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所以这首夜曲呢，也是他自己内心深处觉得非常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过来呢，给亚苏 QL 特别加入了平板，因为他听了。平板就是谢宇威老师的父亲谢孝德老师，他所演唱的平板，他觉得很有味道，把它加入一起创作，会带来怎么样夜曲的风格呢？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台九爵士乐曲，奏赏分享。
呀，这个夜曲真是太浪漫了。每一首曲子都太精彩，太精彩，所以台三线我们走了六队演戏嘞，个台九线我们刚刚听了，接下来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曲子，哎，怎么那么快，竟然最后一首曲子了？这是由我们国宝级，也是我们国际知名的作曲大师温荣信老师他的作品哦。老师呢常年都在美国，那这一次也特别回台湾参与我们整个音乐活动。然后也做了很棒很棒的曲子，等下泰嘎就弹一斗这首客家八音幻想曲。在大家听音乐之前，其实要回到20多年前，温老师他在纽约大学任教的时候，就曾经跟修习爵士乐的学生分享过台湾南部的客家八音，还有北管跟客家八音的相对关系。然后呢，那时候他就有一个动机，就写了一个曲子，就八音主题动机的曲子。那很奇妙。后来呢，遇到吴荣顺老师，老师把他客家八音的研究文献提供给了温荣信老师，这样美好的缘分，有了今天晚上你听到的这个曲子。我想这样的因果关系，回溯到我们要穿越一下，穿越到20多年前哦，这样一个美好的动机，在20多年后，回到台湾的客家，回到我们生长的土地，那个养分是不一样的。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听到，在这个音乐里面融合了南部客家的重要的曲调有4首，有大埔调、正月牌、半山谣，还有美浓调。等一下在曲子里面让大家细细感受一下 TPA 还有唐沟呀西条沟 Q 给朋友，特别是有听过这4首曲子的朋友，您可以细细品味一下，在这一首客家八音幻想曲里面，您听到什么呢？一听懂后堂哦。等一下大家都得注意哈，特别现场，我想也有今天特别来听大师作品，也有学音乐的朋友们哦。老师把这个调式音乐加上调性音乐，然后呢多调性的重叠结构，有没有觉得这个就是无论是音阶或者是和弦都非常值得期待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客家八音幻想曲。
谢谢指挥林天吉老师所带领的 Clementine 室内管弦乐团，谢谢杨小兰老师与摇摆女神大乐团，还有四爪乐团。哇！同时，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出的音乐家也上台接受大家的掌声，谢谢，以及我们多位创作的，包括我们的温老师、文龙信老师、肖玉萍老师。好的，大家听了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是不是不过瘾呢？接下来在12月7号跟8号都有音乐的沙龙，所以欢迎大家。7号我们可以到文水艺文中心，8号可以到雅痞书店一起去欣赏。
然后呢，大师巨作经典呈现。12月11号，台湾客家369乐章由温荣信老师的最新创作要呈现给大家，大家赶快手刀购票哦，好吗？当然，其实在客委会1个月内举办的，包括12月17号、18号的客家拜营，我们拼场跟汇演，在台北、在美浓都各有一场，我们要到时候2场见，好吗？走对吗？好，我们首届的台湾客家音乐节非常的精彩，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与我们一同度过美好的时光。那我们就期待再相见喽！什么太嘎，谢谢。